究竟 Early Cam 可唔可以 claim 到錢 ？Early Cam 咧就係叫索償醫療嘅等候期咧就30日啦。如果30日會發現到有啲咩毛病嘅時候咧，佢喺到第31後之後先係受保嘅，佢都會賠償。因為咧 Early Cam 係第一次 Cam 啦，所以咧其實佢嗰個理賠嗰個時間啊，同埋要 check 嗰啲文件比較耐嘅，都係大約5個月先至可以 Cam 到啦。因為第一個 Cam 嘅時候咧。咁保險公司咧，於呢樣嘢係會睇得係緊啲。出賠償嘅時候咧，保險公司咧要 check 翻客人入面嘅醫療記錄係點啦。佢係要5年之內冇話咧就可以去 claim 到錢啦。保險公司入面咧，我哋有最高信嘅保險公司去記錄啦。如果明明本身可能身體都有啲事啦，但係冇報到嘅時候咧，又被保險公司發現到嘅話咧，咁可能就有機會保啦，或者直情咧俾保險公司會斷保都未定。所以最高誠信啦，係真係要誠實去同保險公司講，究竟我嘅醫療記錄點啊，我身體有啲咩事啊。如果你想知關於保險嘅知識咧，就可以 share 啦、like 同 follow。拜拜。